都係各區嘅主席都係陸續上台。齊啊，有乜問題？排高咁高啊！我排好高㗎，唔使幾後面。係60幾尺喎。好啦，咁啊各位主禮以及嘉賓，同埋我哋各區嘅主席亦都係站在台上，希望大家報以熱烈掌聲俾我哋咁多位班子嘅領導，多謝我哋今日仔仔同嚟支持我哋。好啦，咁啊恭請我哋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主席李冠雄先生係致祝酒詞嘅，有請，掌聲歡迎李冠雄先生。好，多謝各位。咁咧就今日十分之高興啊！咁啊，因為沙頭角鄉事委員會咧係得到新界鄉議局兩位主席劉皇發主席同埋張學榮副主席嘅支持，咁能夠順利舉行今晚嘅典禮。咁我亦都喺呢度代表我哋沙頭角鄉事委員會，多謝新界鄉議局對我哋沙頭角鄉嘅支持，俾啲掌聲新界鄉議局。好。咁啊。新界鄉議局嚟到，梗係揾兩位主席講下嘢先啦，大佬嚟噶嘛。好，我哋揾發叔。好，熱烈有請發叔，我哋講幾句説話。各位鄉親、各位好朋友，今晚咧係可以講話我哋新界人喺歷史上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一頁。今日咧就係最後嘅一日，被封鎖嘅沙頭角。卒之咧，可以講話係解禁啦。過去嘅62年嚟，沙頭角嘅村民咧，可以講話係受盡咗當時社會對我哋不公平嘅對待。今日特區政府嘅成立，亦都係適逢特區政府成立15週年。喺呢個時刻，我哋仔仔一堂共同慶祝沙頭角呢個邊境禁區咧係開放。係值得我哋係可喜可賀嘅。喺呢度，讓我代表新界鄉議局劉皇發主席以及全體嘅鄉議局嘅同仁，向沙頭角鄉事委員會同埋轄下響禁區入邊嘅村民致衷心嘅祝賀，祝賀大家。好多謝張學明先生嚇。好啦，咁啊嚟緊我哋就舉行簡單祝酒儀式好嘛？好，咁由我哋阿張學明副主席帶領我哋祝酒。各位嘉賓、各位好朋友，正話講咗啦，今晚咧係值得我哋新界人一個開心慶賀嘅日子。首先喺呢度咧係讓我建議大家共同舉杯，為我哋嘅國家嘅繁榮富強、國泰民安，我哋首先飲杯。繁榮富強，國泰民安入杯。第二杯咧係為咗我哋香港嘅經濟繼續騰飛，一粒東方珠珠繼續係燦爛輝煌，我哋再飲一杯，燦爛輝煌入杯。第三杯係為我哋新界鄉議局嘅局務，喺各個鄉事委員會嘅支持底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更加祝賀沙頭角嘅居民能夠隨着邊境嘅釋放，能夠係安居樂業，發展經濟，人人有飯食，個個有公愛，家庭幸福。多謝大家，飲杯，飲杯。簽名拜先。好啦，咁樣有一個好隆重嘅儀式咧，我哋為咗以示隆重咧，就將我哋一個牌匾，一個以前沙頭角一個好重要嘅時刻，一個牌匾咧係俾各位嘅主禮。同埋各位嘅主禮嘉賓係簽名留念嘅，好，翻埋嚟，大家全部褪到嚟呢邊啦。好，工作人員請準備簽名筆。好，請準備簽名筆啦，工作人員麻煩簽名筆攞上台先。好啦，請各位主禮及主禮嘉賓喺我哋呢個嘉賓提名表上面簽上你哋嘅大名，令到我哋有一個歷史性時刻嘅紀念。好啦，有請張學明先生先拔頭就帶領我哋第一個簽名。
亦都請發叔。嗱，數3聲一齊俾掌聲，1、2、3，多謝你哋。請各位主禮同埋主禮嘉賓簽完名係留步於台上。我哋有一個好簡單而隆重嘅致送紀念品儀式係跟住進行嘅，請各位。